到樓市指南針嘅時間啦，呢就我哋揾到有星之谷按揭轉介營業總監鍾慧明阿 K 同我哋一齊跟進下咧，近期我哋香港嗰個減息嘅情況咧，究竟係點樣嘅 ？K 你好啊，係你好，你好啊嗱，我哋見到本地銀行都尋日咧都有跟住美國聯儲局去減個 P 啦，咁但係當然就跟唔足嘅嗱，呢一個係咪都預期之內咧？但嗱，始終對翻個供樓負擔嗰度都係有少少幫助啦。咁但係嚟緊後市減 P 個空間仲有幾多咧？嗱，其實今次減唔足咧，都一定係預期之內㗎啦。咁始終咧係美國喺22年3月開始一共加息咗11次，咁就加咗5厘25。咁而香港其實喺2022年9月先開始加嘅，只係加咗5次啫。咁累計加幅都只不過係0.875。咁所以你見到個遠個加幅咧，其實同香港比較係差好遠嘅。咁所以其實亦都冇乜空間話跟隨美國減到咁足 ，OK？咁當然啦，對負擔嘅話，其實今次幫助因為都係比較輕微啊。咁佢對個負擔可能都真係唔係太大幫助啦，都係每個月供少可能100-200蚊啊咁嘅水平，係啦。咁可以睇翻就係因為之前其實我哋 total 係加咗0.875嘅息口啦，咁跌到去今個10月底咧，其實已經我哋計埋係減咗0.875嘅空間㗎啦。咁亦都即係代表咗其實今次嘅減 P 嘅優惠週期已經係步入咗最終章，冇乜空間再可以減得到㗎啦。咁嗱，始終嗱，如果真係減 P 個空間有限啦，咁嚟緊我哋個焦點會唔會擺翻喺啲銀行嗰個按揭優惠度咧？或者估計銀行會唔會更加積極去推啲按揭優惠去吸下咧？嗱，其實都同我哋話而家啦，就嚟踏入2026年嘅週期啦，即係年頭啦，銀行就開始比較進取去積極想吸納一啲新嘅客戶啦。咁所以相對嚟講，有啲銀行已經偷步咧，可能喺現金回贈方面咧就推高咗個現金回贈，去到1% 去吸引客戶嘅。咁我哋亦都見到一啲大型銀行啦，雖然未必到1%，咁其實但係佢哋現金回贈都一路向上推上。咁始終你講話可能 P 嘅空間下調，個銀行 P 減後面嗰個計劃咧，暫時就未見到銀行係會諗住去喐嗰個計劃去更改嘅，係啦。咁但係我哋話有冇機會可能現金回贈再進一步調升咧？其實呢一個空間都仲係有銀行可以再有機會再調升嘅。咁至於譬如話之前咧有銀行係推出過定息優惠啦，咁就可以做到3年或者5年嘅定息喺2.73呢個計劃嘅話，有冇可能再推低啲個平啲嘅定息咧？咁呢個其實都好取決於究竟 HIBOR 嚟緊個走勢會係點。如果 HIBOR 係會再進一步回落嘅話，並且持續咧，其實呢個更低嘅定息空間都係有可能發生嘅。咁如果咁低嘅話，其實而家係咪應該即係真係要做嘅話，就真係轉做啲定息按揭咧？而家因為啱啱呢轉都減咗之後咧，其實現時 HIBOR Plan 嘅封頂都係3.25啦，咁市場上嘅定息計劃就2.73啦，個息差嘅空間咧就大概有0.52% 左右嘅。係啦，咁呢度話多唔多，話少唔少啦。咁其實我哋見到 HIBOR 咧，其實要距離可能會再調低嘅時候咧，其實都要依賴可能美國聯儲局嗰邊再減息，或者係香港嘅資金會唔會再充裕一啲？係啦，咁如果呢兩方面都未必話好就嘅話咧，其實我哋譬如話到時個 HIBOR 未必可以回落嘅話咧，咁其實揀定息可能喺短期1年之內都會有佢嘅優勢喺度嘅。好啊嗱，如果我哋睇翻而家近期個樓價都開始叫相對叫跌勢喘穩啦，甚至乎喺低位有少少反彈啦，成交都換翻啲。而家個銀行嗰啲物業估價咧，係咪都有啲逐步好轉咧？都係啊，其實我哋初步近排咧睇翻啲市場嘅普遍估價啦，都見到有大概可能2至3%嘅輕微升幅嘅。咁其實特別係另外就係講一啲譬如成交咗嘅物業盤啦，咁其實好多時咧個叫價同個成交價本身估價係唔 match 嘅，咁但係當佢簽咗臨約嘅時候咧，都好多時可以拉翻近佢個成交價去做到，甚至有啲 case 可能如果簽咗臨約拉到10% 都有，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個估價都相對起可能我哋大概第2至第3季嘅時候咧就比較進取啦已經。問下你個 HIBOR 咧，你睇個 HIBOR 而家後市個再落個空間仲有幾多？甚至乎我哋之前喺6月見到嗰啲低位，係咪而家暫時應該都相對嚟講唔會再落到咁低？
短期內其實就應該未必會可以去到咁低啦，因為始終其實 HIBOR 我哋都取決於多方面啦。咁第一就係美國聯儲局嗰邊會唔會再進一步減息啦？咁而家其實聽到阿鮑威爾嗰邊都會講話12月咧，佢都係即係未必話一定會減嘅。OK，咁其實如我哋要睇翻美國嗰邊嘅步伐，如果可以加快到，而可能香港嘅流動資金例如北水啊，或者有啲 IPO 啊，可以令到資金更加充裕嘅話咧，咁相信到時先至會有 HIBOR 回落嘅可能性，就會可以譬如公平啲啦咁樣咯。近期而家通常做啲新造按揭係做偏 P 按定係用 H 按多？暫時其實而家主流咧都係用緊 H 按嘅，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咧 H 按其實設有一個封頂位啦。咁現時普遍銀行嘅計劃咧嘅封頂位，其實大部分都係等於 P 按最平嘅息口嘅。咁所以我哋話如果揀 HIBOR 嘅話咧，就其實係冇任何唔好嘅狀況嘅。反而如果 HIBOR 回落嘅話咧，就絕對有可能公平過 P 按。所以基本上可能係90成幾嘅狀況都係會揀 HIBOR 噶啦。好，呢節咧唔該晒星之谷按揭轉介嘅營業總監咧，鍾愛雯阿 Kate 同我哋講咗咧，整體嗰啲嘅即係息口嗰個情況究竟係點樣嘅。